香港電影史上邊有一個被影迷反覆懷念嘅時代，粵語片黃金時代。嗰個時候冇濾鏡，冇特效，佢誕生咗一批風華絕代嘅女明星。佢哋用青春同埋才華撐起咗嗰個時代嘅銀幕。而聚光燈之外，佢哋嘅人生卻各不相同。有人功成名就，有人命運坎坷。今日呢期視頻就帶大家一齊翻到嗰個已經遠去嘅黃金年代，睇下呢啲曾經驚艷成個粵語影壇嘅傳奇女星，佢哋後嚟嘅人生都走向咗點樣嘅結局。一、白燕，南國影后。如果要講50、60年代粵語片最具代表性嘅女演員，白燕絕對係避唔開嘅名。佢原名陳玉萍，1920年出生於廣東惠州，因為性格爽朗，圈內人都親切咁叫佢做扁姐。白燕係繼李依年之後第二位封后嘅女演員。1937年佢嚟到香港，同吳楚帆合作拍攝電影《錦繡河山》，正式開啟咗佢香港嘅演藝生涯。抗戰期間，日本人曾經試圖拉攏佢，但白燕堅決拒絕。佢仲曾經喬裝成難民離開香港，輾轉各地參加義演，為抗戰籌款。抗戰結束之後，佢返到香港拍攝電影《郎歸晚》。呢部電影一上映就轟動咗港澳同埋東南亞，因此獲得咗華南影后美譽，亦都令到白燕嘅名聲達到咗新嘅高度。1952年，佢同吳楚帆等人共同創辦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，並且擔任公司副董事長、董事長。期間嘅參與推動將巴金嘅《家》《春秋》等文學名著搬上銀幕。其中電影《春》仲獲得過文化部1949到1955年優秀影片個人一等獎，佢亦都成為最早獲得呢一個榮譽嘅香港演員之一。從影28年間，白燕一共拍攝咗300幾部電影。1964年，因為患上咗骨癌，佢被迫息影。最後一部作品《豐富》亦都成為粵語電影史上面嘅經典。感情方面，白燕經歷過2段婚姻。18歲嘅時候，佢喺拍攝電影《戰士情花》嘅時候，同男主角兼投資人梁偉文相戀並結婚。但婚後梁偉文希望佢減少演出，兩個人因此產生咗矛盾，最終2人分開。後嚟佢同攝影師兼導演胡鵬相戀，胡鵬一直支持佢嘅事業，2人相互扶持多年。1987年5月6號，白燕因為骨癌喺香港離世，享年67歲。佢嘅一生唔單止塑造咗無數經典角色，仲培養咗謝賢、蕭芳芳、李小龍等後輩嘅演員。直到今日，佢依然被視為粵語片黃金時代最具代表性嘅傳奇人物。2、芳艷芬，粵劇花旦王嘅傳奇人生。芳艷芬1926年出生於廣東恩平，原名周東士，後來改名梁艷芳。芳艷芬嘅童年其實並唔順利，佢3歲就被收養。但都正因為呢個契機，令佢走上咗粵劇呢條路。10歲嘅時候，佢開始學習粵劇；11歲就進入盛壽年劇團，同後嚟同樣成名嘅紅線女成為同期學員。16歲嘅時候，佢已經成為劇團嘅正印花旦，喺當時嘅省港粵劇界頗具名氣。佢最著名嘅特色就係獨創嘅方腔唱法。上世紀40年代，佢憑借《白蛇傳》、夜祭雷峰塔等劇目喺廣州走紅，成為當時最受歡迎嘅花旦之一。1949年，芳艷芬開始進入電影圈發展。短短10年時間，佢拍攝咗近150部電影，其中唔少都係粵劇電影，例如《洛神》、《竇娥冤》、《梁祝行使》等。佢喺銀幕上面塑造咗好多古典美人嘅形象，亦都令到粵劇藝術通過電影傳播得更加廣。1952年到1953年，佢連續2年喺娛樂之音舉辦嘅梨園三王選舉裏邊當選花旦王，人氣達到頂峰。而就喺事業最輝煌嘅時候，佢個作出咗一個令人意外嘅決定。1959年宣布息影。原來佢好朋友李曾超群嘅介紹下，認識咗醫生楊景煌。楊景煌當時啱啱經歷喪妻之痛，2個人相識之後逐漸產生咗感情。結婚之後，芳艷芬選擇放低事業，全心經營家庭。為咗同丈夫前妻嘅小朋友溝通，佢甚至主動學習英文，努力融入呢個家庭，同繼子女嘅關係十分之融洽。如今芳艷芬已經99歲高齡，晚年生活十分之低調。2017年，佢獲得咗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。雖然因為身體原因未能夠親自出席，但呢個獎項亦都再次肯定咗佢粵劇同埋電影界嘅巨大貢獻。3、夏萍，從女主角到金牌綠葉嘅一生。
夏萍1937年出生，原名盧少萍，佢係香港影視圈少見嘅一種演員。從年輕時候嘅女主角一路演到晚年嘅金牌綠葉，幾乎將一生都獻咗俾表演。1955年，夏萍正式進入電影圈，憑借清秀嘅外形同埋自然嘅演技，佢好快粵語電影裏邊嶄露頭角。1957年參演《捉奸記》，隨喺《相見歡》等作品裏邊擔任重要角色。早年嘅佢多以女主角身份出現，同張瑛、胡楓、謝賢等人合作過唔少電影，代表作包括《金粉世家》、《金玉滿堂》等。1970年，夏萍加入邵氏電影公司，隨住電影市場變化，佢逐漸從主角轉為配角。1982年，佢加入 TVB， 開啟咗事業嘅第二階段。憑借紮實嘅演技，佢反而成為觀眾心目中嘅金牌綠葉。喺《尋秦記》、《歲月神偷》、《女人40》、《九品芝麻官》等作品裏邊都能夠見到佢嘅身影。1996年，佢仲憑借《烈火戰車》裏邊加洛嫲嫲一角，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。2005年 ，TVB 喺台慶頒獎典禮上邊仲為佢頒發咗萬千光輝演藝大獎。相比事業嘅長青，夏萍嘅感情生活佢頗為坎坷。1964年，佢同演員江一凡閃電結婚，並且生咗一個仔一個女，但呢段婚姻只係維持咗1年幾就結束，小朋友由前夫撫養。1970年，佢再婚嫁咗俾聲樂老師張雲，兩個人相伴21年。但1991年，丈夫突然間離世，自此之後，佢開始咗長達近30年嘅獨居生活。2015年，夏萍屋企跌親，身體狀況逐漸變差。2019年8月5號，佢喺香港離世，享年81歲。葬禮上邊，林家棟、張國強等後輩為佢扶靈送別。4. 陳寶珠，粵語片時代嘅影迷公主。如果話50、60年代粵語片有一個最具代表性嘅青春符號，咁一定少唔到陳寶珠。佢1946年出生於廣東新會，自細跟隨爸爸著名粵劇演員陳飛龍學習粵劇。可以講係戲曲世家出身。陳寶珠4歲就登台演出，10歲進入影壇，出演電影《守得雲開見月明》。憑借靈動可愛嘅形象，佢好快受到觀眾喜愛。50年代到60年代，佢幾乎成為粵語電影最受歡迎嘅女演員之一。喺嗰個粵語片產量驚人嘅年代，陳寶珠主演咗《七彩胡不歸》、《玉女添丁》、《紫釵記》等數百部嘅電影，同任劍輝、白雪仙等粵劇名家合作無數。當時佢嘅人氣極高，被稱為影迷公主，甚至係香港第一位擁有正式影迷會嘅女演員。佢嘅出現唔單止帶動咗電影票房，亦都推動咗粵語片文化嘅流行。不過就喺事業最輝煌嘅時候，陳寶珠卻1972年選擇息影，並且移居加拿大生活。佢偶爾復出參與粵劇或者影視演出，但大部分時間都過住相對低調嘅生活。喺感情方面，陳寶珠一直非常之低調，一生未婚。後生時候，佢曾經同演員呂奇合作多部作品，兩人被外界稱為金童玉女，亦都傳出過戀情。但呢段關係最終冇走到婚姻，成為唔少影迷心目中嘅遺憾。如今已經78歲嘅陳寶珠依然氣質優雅，佢早已經淡出娛樂圈，偶爾出席粵劇活動或者影視聚會，其餘時間則陪伴屋企人享受生活。5. 蕭芳芳，從童星到影后嘅傳奇人生。蕭芳芳1947年出生於上海，佢2歲就隨屋企人移居香港，童年卻並唔順利。3歲時爸爸過身，家境變得非常困難，為咗補貼家用，佢7歲就開始拍電影。1954年，蕭芳芳參演電影《小星雷》正式出道。同年，佢仲同少年時期嘅李小龍合作電影《孤星血淚》。1955年，佢憑借電影《梅姑》獲得第2屆亞太影展最佳童星獎，成為當時炙手可熱嘅小童星，仲被媒體稱為中國版秀蘭鄧波兒。進入60年代後，蕭芳芳迎嚟咗事業嘅黃金時期。短短8年時間，佢出演咗超過200部電影。佢既能夠喺《傾城19俠》呢類武俠片裏邊塑造英姿颯爽嘅女俠，亦都能夠喺《少女心》、《我愛阿哥哥》等歌舞片裏邊大展無忌，因此被稱為香港影壇嘅母后。1970年，蕭芳芳選擇暫別影壇，到美國留學，並獲得大眾傳播學學位。3年後，佢復出影壇，憑電影《女朋友》獲得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女配角。
之後佢塑造嘅林雅珍角色深入人心，亦都成為香港影壇極具代表性嘅喜劇形象。真正令佢達到演技巔峰嘅係1995年嘅電影《女人40》，佢憑呢部作品同時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、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，隨後喺《虎度門》裏邊再度奪得金馬獎影后。1996年拍完《麻雀飛龍》之後，佢宣布息影。2009年，佢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。2010年 CNN 評選亞洲史上最偉大演員，蕭芳芳係唯一入選嘅香港女演員。感情方面，蕭芳芳嘅人生相對順遂。1964年，佢同陳寶珠、馮素波等7位演員結拜為七公主，成為粵語片時代嘅一段佳話。早年佢曾經同謝賢戀愛，佢因為兩個人步調不一致，選擇分手。1980年，佢同無線電視台嘅高層張政府結婚，婚後生咗2個女，一家人生活低調而穩定。如今77歲嘅蕭芳芳因為童年時期患病，右耳早已經失聰，晚年聽力逐漸完全消失，需要通過讀唇語嚟同人交流。息影之後，佢將大量時間投入公益事業。1998年創辦護苗基金，致力於保護兒童免受性侵害。雖然早已經離開銀幕，但佢依然係華語影壇公認嘅傳奇人物。6. 林鳳，一顆隕落太早嘅銀壇玉女。林鳳係粵語片時代玉女派嘅代表人物，有銀壇玉女之稱。佢1940年出生於廣東順德，原名馮靜婷。1956年，佢考入邵氏公司嘅粵語片演員訓練班，正式進入電影圈。1957年憑借《仙袖奇緣》開啟銀幕生涯。1958年主演《玉女春情》，鳳門淑女迅速走紅，塑造嘅清純玉女形象成為時代潮流標杆，深受觀眾喜愛。佢同其他7位女藝人合作《白牡丹》，人氣極高，連續9年獲得華僑晚報全球獎，係香港首位擁有影迷會嘅影視偶像。從影10年間，佢參演嘅影片逾百部，代表作有《如來神掌》、《艷女還魂》、《烈女雪沉淵》等。演技自然靈動，被邵氏譽為邵氏之寶。然而，就喺事業最巔峰嘅時候，林鳳佢喺1966年突然間宣布息影。1967年，佢嫁俾富商譚永成，並喺英國舉行婚禮。婚後，佢徹底離開娛樂圈，專心經營家庭，並生咗一個仔。只係離開鎂光燈之後嘅生活，並冇想象中咁幸福。雖然婚姻表面平靜，但佢嘅精神狀態逐漸出現咗問題。1976年8月27號，林鳳因為服食過量安眠藥喺香港離世，年僅36歲，令人惋惜。更加令人唏噓嘅係，佢個仔林澤森亦都喺1999年因為服用過量嘅違禁藥物過身。兩代人嘅悲劇成為影壇嘅一段遺憾。雖然林鳳嘅人生短暫，但佢留低嘅嗰啲電影同埋銀幕形象，佢一直被影迷記住。張國榮生前就非常之崇拜佢，甚至曾經有意拍攝《林鳳傳》。呢個亦都從側面講明佢香港電影史上邊留低嘅影響，遠遠超過咗佢短暫嘅一生。7. 林黛，短暫卻耀眼嘅一代影后。林黛1934年出生於廣西賓陽，原名程月如。佢係上世紀50、60年代華語影壇最耀眼嘅女星之一，亦都係少數同時喺粵語片同埋國語片領域取得巨大成就嘅演員。1951年，林黛進入影壇，並憑借粵語電影《翠翠》迅速走紅。佢喺片裏面飾演嘅翠翠天真靈動，成為當時觀眾心目中嘅經典形象。隨後佢主演《金蓮花》、《貂蟬》等多部電影，逐漸躋身一線女星。50年代中期，林黛開始轉型拍攝國語片，並同邵氏電影公司合作。憑借電影《江山美人》、《不了情》等作品，佢嘅演技獲得廣泛認可，更加創低咗4次獲得亞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嘅紀錄，一時間風頭無兩。當時嘅林黛唔單止係電影明星，更加係成個華語影壇嘅頂級偶像。而喺光鮮嘅事業背後，佢嘅感情生活卻並唔順遂。早年佢同演員嚴俊合作多部電影，兩個人一度被傳感情深厚，但林黛嘅大小姐作派令到嚴俊深感疲憊，兩個人漸漸情淡。後嚟嚴俊同埋林黛分開，同女演員李麗華喺埋咗一齊。1958年，事業如日中天嘅林黛突然間暫停演藝事業，飛赴美國求學。種種猜測
大約同佢情感受重創有關。喺美國，林黛遇上咗改變一生軌跡嘅丈夫龍醒芬，但佢哋婚後嘅生活並唔美好。得失心過重嘅林黛握緊事業稻草，一心求勝，仲逼住丈夫一同上進。但習慣咗奢靡生活嘅龍公子卻隨遇而安，要求太太做個賢惠主婦，兩個人口舌不斷，陷入咗無休止嘅爭吵。呢個時候佢嘅事業上邊亦都出咗事，隨住凌波憑借梁山伯與祝英台走紅，佢感到地位受到威脅，事業下滑，情緒崩潰。同丈夫爭吵後，佢屋企服用安眠藥，並開煤氣輕生。1964年7月17號過身，年僅30歲。8. 李麗華，橫跨時代嘅影壇長青樹。如果阿林黛係短暫而耀眼嘅明星，咁李麗華就係華語影壇真正嘅長青樹。佢1924年出生於上海，從影時間長達60幾年，經歷咗默片、粵語片以及國語片多個時代。李麗華出身梨園世家，自幼學習京劇，12歲就登台演出。1937年，佢進入電影圈，參演默片《三少》，從此開始漫長嘅演藝生涯。後嚟佢逐漸轉向粵語電影，並憑借《天涯歌女》、《啼笑姻緣》等作品受到觀眾嘅歡迎。50年代，李麗華前往台灣發展，開始拍攝國語片，並且憑借《萬古流芳》、《故都春夢》等作品多次獲得亞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獎。佢戲路極廣，既能演溫婉端莊嘅大家閨秀，亦都能夠飾演俠氣十足嘅女性角色，同林黛並稱為當時嘅影壇雙璧。喺感情方面，李麗華經歷過2段婚姻。佢早年嫁俾電影人張善坤，兩個人生咗個女，但最終因為性格不合而離婚。後嚟佢同演員嚴俊結婚，兩個人彼此支持，相伴多年。呢段婚姻一直維持到晚年。2017年3月20號，李麗華喺美國紐約過身，享年93歲。9. 林翠，從學生情人到幕後創業者。林翠1936年出生於上海，亦都係演員曾江嘅妹妹。1949年，佢隨屋企人移居香港。1953年，考入自由影業公司，正式進入電影圈，並且改名叫林翠。當時公司對佢寄予厚望，希望佢能夠成為同林黛齊名嘅新一代女星。1954年，佢憑借處女作《女兒心》迅速走紅，亦都令佢一躍成為公司重點培養嘅演員。隨後幾年，佢片約不斷，仲受邀到其他電影公司拍攝《花心姑娘》、《流浪兒》等作品。1957年，林翠加入電懋影業，事業進入黃金時期。佢主演嘅《四千金》、《蘭桂風雲》等電影都頗受歡迎，其中《四千金》裏邊飾演活潑開朗嘅三姐希娣，更加令佢獲得學生情人嘅稱號。1968年，林翠拍完《遊龍戲鳳》之後，因為婚姻選擇息影，之後佢並冇徹底離開電影圈。1975年，佢創辦真立影業公司，投資電影《十三不答》，仲親自執導咗香港式離婚，成為當時少見嘅女性電影製作人。1977年移居美國之後，佢開始從事餐飲同租賃行業，偶爾復出參與影視作品，但逐漸轉向幕後。林翠經歷過2段婚姻。1959年，佢嫁咗俾導演秦劍，並且生咗一個仔陳山河，但呢段婚姻喺1969年結束。1969年年底，佢又同功夫片演員王羽結婚，並且生低咗3個女，其中長女黃興平後嚟成為咗知名歌手。不過呢段婚姻亦都喺1975年宣告結束。經歷過2次婚姻失敗之後，林翠選擇將更多嘅精力放喺事業同埋生活上邊。1995年2月22號，佢因為氣喘病喺台灣家中過身，享年59歲。幾十年過咗去，粵語片嘅黃金時代早已經漸行漸遠，但呢啲曾經驚艷銀幕嘅女星，佢始終留喺影迷嘅記憶裏邊。除咗今日提到嘅呢啲人，你仲記得邊啲粵語片時代嘅女演員呢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分享，我哋下期再傾。